我係中原地產湯臣，現在介紹呢個沙田大圍柏豪莊 2A 座高層推介俾大家。客飯廳，開放式廚房，光線充足，景觀開揚，面對住翠綠山景。內園景，平台花園望泳池景。睡房，光線充足，景觀開揚。浴室，歡迎來電預約參觀，中原地產湯臣一定幫到你。